啊，非常高兴的在今天的来到你的家。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第七课第十八课就是在今天的教导。那您在盯着这个节目宣告上帝的仁慈那么就是到这个今天的教导，对于你们在看着那个电视台就在说话的时候那个我们电视台是有些故障，所以对你们我已经指示过，我们应该最好就是要关注电视互联网的电视台或者是广播电台的电视台，因为这个就是一直不会有故障，因为然后就是你应该有遇到困难的，可能你说我都应该不会有找到，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就是我们要关注互联网。我只是要给你们这个知识，那么就是来说是说什么来着？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内容，就是耶稣把要敬拜他的人要丢到地狱您可能说这个话题是有点奇怪，我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教导不仅是要宣告给马达加斯加。那伊利亚有说的大事，就是他在旅行的时候有发现什么东西，那就借着这个来做一个教导。那您是在哪里有说这事儿了？我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我昨天才到，今天的日期我都不知道就是在纽约区就是在那个华盛华盛顿，我们就是要传这个福音，把这个真理要交给他们。就是我们在那个旅行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有那种的奇怪的情况，就在这个全世界。如果不要再教训这个全世界这个耶稣他是谁，那这个就不对这就是以利亚的工作，就是来打击耶稣，来打击谁就是这个耶稣来拖到犹太的上进的该服侍的，就是要无刷，然后就是要变成了耶稣。应该有服侍就是亚娃也变成了耶稣。伊俩来了就是为了打击，伊俩的话就是非常积极，他又来了，又打击所有的假上帝。我们现在就是关于这个耶和华耶稣的话题。那今天的教导就是要对那些在外国还有在马达加斯加也有得到一份，尤其是对你们美国人的，我有讲到就是对你们美国人，就是你们越是要上教堂，要不管这个真理，那这个教导就是要赐给你们，就是你们的道理是一致的。你俩来了就是来告诉你们要防住着这个全世界要跟着耶稣都要预备因为耶稣都要将你们要丢到地狱因为连这个耶稣都要下地狱那你说你的话是不有点不对？我的话是真的，我好多年了都要教训的，你们没有难过要反对我说到教训的，你们怎么反对？伊俩的话是非常真理的，非常是真的。伊俩来了就说来打击，我们都是要唱那首歌，就是他来要打击，要唱放你们的，要敬拜耶稣，都是要下地狱了。伊俩是凭什么要说这个？那现在伊俩要说这个简单，就是非常理由只是非常简单，因为你们跟着要敬拜耶稣都是犯罪，你们不会有拒绝这个，
不光是美国人，或者是法国人，或者是英国人，因为你们以为就是你们这个，你们以为是你们能掌握这个名字，所以把这个教导要教训给你们，叫你们听着，你们不是。你们把以为是自己的上帝的话，我都已经把这个话要教训给你们，因为你们都说都是在犯罪。我们有那个录音机，就是在马达加斯加宗教里许的，连那个在那个全世界的宗教里许都把他们的话要发给你们的，都说是。所有的人都在犯罪，没有这个完全的人，没有这个圣洁的人，但是需要悔改。这是魔鬼所教训的，这个是耶稣所教训的，这是从魔鬼来的，因为这个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你们所说的话就说不对。你们盯着魔鬼的话，你们怎么尊重魔鬼？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些要故意犯罪。就是什么来着？我们先念这个上帝的话，就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需要也盯着上帝的话，在希伯来书第10章是26节到27节，我们一起要读，就是我们在屏幕上面一起读。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到27，为了荣耀归给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因为我们得正道的以后，如果故意犯罪就是你们想做的，因为我们是个人类，所以不要完全的，你必须要犯罪，因为上帝会理解你，你是人类，你就需要向他悔改，然后他就为你赎罪。真是的，真是魔鬼说话的，这个道理是从魔鬼来的，这个就能证明你所拜的耶稣都是要把你丢到地狱里，因为上帝所说的话就是如果故意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受罪的记就再没有了，唯有证据当火审判和那烧灭的众人的烈火。这个上帝的话就来说道，对那些要故意犯罪，他就要当火审判的和烧灭众人的烈火。就是对那些人说必须要犯罪，这个从魔鬼来的话都是魔鬼要所教训的，因为耶稣要这样的教训的，所以耶稣要把你丢到地狱就是你们要敬拜耶稣，那你们要准备心理你会要下地那你说我已经准备好，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你就不需要看医生了，因为你要去看医生了，你就要下地狱了，并且你的灵魂就下地狱了，因为你这个身体它就会撑多，所以它不把你的灵魂要听到谢家一样的话，他的你的灵魂就能感受到，因为你们的灵魂能感受到，就成为在这个全世界能拯救你们，就是你们能除掉你们的罪，就是你们所看见了，你们不管他，我们也不管你们，但是千万别死，我们在那里会见面了。那您说我们怎么能见面？你们的这个不会啰嗦，我跟你们说，千万别死，你要记住这话。那你说我们不管这个事了，因为如果你说是自己有钱，那你怎么去要见医生了？我对那些有希望要跟着耶稣，就希望要到天上天哪里，我给你个回答，你不去那里，你要下地狱了。我就是你们所做那个礼拜，不是
不是真的礼拜，是一个方法，把你所坏的事情又藏在里面了。你们都在那里呢，发现过一些诈骗了，就是他们就要保护这个坏事，就是这样的。我们在那里碰到许多人的，我们都有从那边都能经历过这样的。你太骄傲了，你都已经知道你所做的都是不对，都能证明这个耶稣是假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得罪呀，就是他们就说我们必须要得罪呀，你不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我对你们说，对你们美国人的国家马达加斯加有一份，美国、德国，在印度，在多哥，在科摩，在就是伊拉所去过那个国家，我有跟你们讲，你们都被迷惑了，你们是被魔鬼迷惑了。你们真的被魔鬼迷惑了。那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待会就来说这个关于这个教训，就是耶稣跟魔鬼是合作，他是被魔鬼所差来的。我都把所有的证明的要跟你说吧，因为你们都在来害我们的，我说已经2000年了，来害我们的天父耶和华已经2000年了，不会再容忍的。如果你们能反对就反对，把你们自己的话来反对我所赐给你们说话。如果你们没有用话语来反对，那就别整次来替魔鬼说话，已经足够了。目前人类所被迷惑的真的是令人的忧伤，因为他们真的走错路了，所以他们不管，他们还是一直要坚持下去啊。但是我跟你们讲，你们转向到真理啊，因为这边的话就是说，我有证据当火审判和那烧灭的众人的烈火。那个敌人是谁？那个犯罪，你们就上帝的敌人的，那些有犯罪都是上帝的敌人的。魔鬼要这样教训你们的，但圣经的不是这样写的，真正的上帝就这样写的，不要再犯罪。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跟希伯来这个是一致的。他说：“主啊，没有。”亚乌刷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都看到亚乌刷所说的话，他就强调来确认，他说不要再犯罪了，就是你在这位上帝的圣洁的不要再犯罪。他的名字叫亚乌刷，而不是耶稣。真正的亚乌刷就是那钉在十字架上，你们的耶稣没有钉在那里，他是个假的。因为你们要跟着他，必须要说要犯罪，没有完全的人，必须要犯罪，没有完全的人，因为是人类，因为您所拜的是耶稣有这样对你说的。但是真正的上帝说，如果你要故意犯罪，就是你要审判和烧灭的众人的烈火。这个都是在当着您了。
因为如果你也跟着那个耶稣在跟魔鬼合作，就对你说，那没有这样的啊，上帝会理解。如果上帝会理解你的，他就不会要用活水不会要有那个活水，没有那个会用火来烧灭所多玛和俄摩了。在美国，你们都能发现过有那个下雪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就是洛杉矶都被那个火烧掉了，有许多人都被死了，那个整个城市都被烧掉了，有30个人都被死掉了，人类都是没有权利，在火来的时候你们就无法处理，所以我给你们别那么大话，我要接着说下去吧。这边话说不要再犯罪，我们再重复说呀无说的话。他说没有，他说主啊没有。亚乌刷说我也不定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要跟着这位真正的上帝。他就说从此你不要再犯罪，这位就是那位要钉在十字架上。他名叫亚乌刷，那个耶稣就是那个要骗你的，他要对你说你可以犯罪，然后就可以悔改。这个是魔鬼的道理，所有的话他都来利用了。因为他说上帝是爱，你要向他要祷告，他就会怜悯你的，他就又会原谅你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你不要这样的对待他。你这样的道理都是在藐视他。为什么他在那里对你说是不要犯罪？所以那个耶稣那些假上帝来骗你的。圣经来说，上帝是不定那个大个犯罪的大个。那我们来说就是为了这些的原因，你就会有下地啊。因为上帝不定你的大个。我们来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第二，您可能说哪里有美国人会听你的，他必须听我的，不管怎么样，他一定听我的话。不仅是只有他们听着，而且所有的人都要听着。法国人、美国人、巴西人，你们要准备，你们必须听到这个真理，你们必须听到耶利亚的话，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你们必须听着。那你们的灵魂，我要下令给你们的灵魂，必须要寻找那位耶利亚。那您说你到底是谁？我是只有一位啊。我以为我应该不要发言，不要说话，但是我们的勇敢就从我们的天父那里，就是他名叫亚耶娃和亚乌刷，耶利亚就是被这伟大的上帝要摘来的。我来告诉你们，全世界的人，你们所做的已经超过了。如果你们需要跟你们所创造那位上帝有挑战了，那你们就继续做，然后那个灾祸就会临到你们。以赛亚书第59章第1到第2节，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与你们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那这个谁来听你们的？因为听你们的祷告，你们刚才读那个圣经的说是那个这位上帝就不听你们的。如法你要调整一下，让他们能看到，当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位上帝就不定犯罪。你们要做礼拜，你们浪费你们的时间了，你们去上那个教堂为了礼拜你们都会浪费时间了，因为这位上帝废人的。那你们应该要想一想，
我对他们都在笑啊。你们做的是什么？谁说的？你们有青菜的时候，你们就能把上帝的眼睛堵住了。你们要想想这一点了。聪明的人见或者藏起来，愚蠢的人往前说还。我就指示你们，劝告你们，这个不是你有讲的，你有讲的，你就会要拨到地下，因为有讲的人就听到这个，就会把这个刀就会把你倒地下。千万别跟这个刀有挑战了，因为你是用刀要造起来的，那这个刀一俩就是个工具，为了证明这个真理，因为要打击这个世界来了，将来了，那谁来打击呀？我们一起看到。我们的耳朵一起听到，就是你想听到这个洛杉矶会被烧掉了，它就被烧掉了。因为在美国有那个下雪呀，有下雪，有5个人都死了，不好是下雪，有5个人都被死了，其他的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有下雪的安全了？灾祸要临到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办法阻止啊！灾祸要进行的时候，就说没有任何人的权利能阻止它。我们就一起看到，这个是有一个，就是这位上就不停要犯罪的祷告，你肯定你说是你是个犯罪。那些有去告耶稣，他们难过说我们已经不犯罪了，你已经2000年了，说是要犯罪，在是什么样的一代，什么样的时代又说是不再犯罪啊？你们都说这个说那个都是在犯罪，为什么你们在教他以前都是这样说的？那怎么突然就说是不犯罪？这个你们的罪就加一等。不，就是你们就不羞耻说谎。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天气非常冷，都是零下10度，零下7度，7度。那边的天气是有点冷的，所以影响了我的身体。我们就是在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那个手我们那个手指，我们那个脚有那个白白的。原来这个就是真正的要冷的时候，就是要就会这样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经历过这个下雪的生活，我们都已经穿的很多的衣服啊。这都是我们做业务上的工作，所以必须要忍耐下去啊！你都没有穿那个手套的时候，那你就受不了。有一次我们就不做这个手套，你的手都是要动起来了。都是那些中国人在美国，他们就做那些小生意啊。美国人都没有做这个小生意，他们都在一个商店里面。你们在那个来这边这个节目上会看到我会看到。你按照这个情况，这位上帝就不听犯罪的祷告，那谁来听你们的？我想问这个问题，但是你一直都是个犯罪，你都要说是个犯罪，那你怎么突然就说要犯罪？这个不是你在说话，因为那些宗教人士说你要都是犯罪，必须要悔改，所以你要说是要不犯罪。那些跟着耶稣的人都在骄傲，你都已经明明知道这是假的，还是要继续要跟着他。这个证明他是个外星人的，都在控制人的脑子里，因为都能证明出来了，这个耶稣是假的，还是要坚持要跟着他。你们要考虑吧，你要考虑吧。
我们就是我遇见在那里有遇见我们的人都要骄傲，跟他也说这个是假的，你说拜的是假的，他就非常生气了。所以以利亚又特别做这个教导，对美国人，你们会听到美国人有听到这个教导。以利亚对美国人说：“赶快离开耶稣，如果想去听上帝那里，如果要别跟着他，你们都会明白的人，你们有智慧有教说，你们怎么不明白这个？就是犯罪的人会下地狱了，没有。”上帝不定犯罪的祷告，别胡说八道，太疯狂了。这是老外说的。那我们接着说吧。在危险了，在等着你们那个犯罪，因为你们把这个名字改正了，那就是因为要我说，你们把它又改正了。耶稣啊，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听到就跟那个马国的情况是一致的，耶稣的道理都是一致的，这个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位啊。那我说不是，那位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名叫耶和华，而不是耶稣。那耶和华钉在那里，他说不要再犯罪。耶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你必须要犯罪。你这两种的情况嘛是一致的，一个是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不要再犯罪。耶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必须要犯罪，这个是怎么一致的？因为上帝说，如果是犯罪，上帝就不听他的祷告，怎么是一样的？那我就是要对所有的人来说，我对全世界的人来说，你们的转向过来，我发现了，我非常忧伤，他们真的要下地狱啊，他们真的会下地狱了。因为真的要靠着这个耶稣，我在美国真的发现了，但是他们不管。但是他肯定有评论的，然后他无话可说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我们的是我们的，然后他就非常生气啊。因为这个不管你生气还是没有生气啊，都是没关系啊。真理是真理。我有想打一个喷嚏，因为天气好冷。然后我们再去那个土耳其那边是有那个非常冷的，没有下雪。我们这次的旅行的所去的地方都是很冷。我说要去那个有下雪的地方，我们真的要经历过这个在科隆多。那就是说你要去回来之后必须要说，所以我这个教你必须要观察那些，然后就是你为了让你们要对他们说，你们会知道这个一类的话就是要给你们那个为你们做一个见证。我去那个多个的时候对那个多国人说，去那个科摩罗也给你们的。跟科摩跟那个伊斯兰教说，你们走错路啊，你们赶快过来了。你们说教是不是亚伯拉的上帝呀，也把那是别的上帝啊啦。所以要跟着伊俩不要再做，必须要做，必须要往前走。你要跟着伊俩的说就，那真是这样的。伊俩是个听父耶和华耶和华的大证人的，他要差来到你们这个全是这个世界，他能当度大证，为了荣耀归给天父耶和华耶和华，伊俩在这边就是一位啊，但是他有天父耶和华耶和华的为支持，我必须赢的，我必须要保住耶和华的血，就是他要留下来在十字架上，这是伊俩所做的。哥隆多节
格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就说犯罪，就像你一样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就是你说必须要犯罪，没有这个完全的人，你就不要去顶上殿的，你要安慰下，你要做你的糊涂啊，因为你不要去那里，你要浪费做礼拜，因为上帝不定你的，你没有去，你没有要顶上殿的路啊。我们就是有那个我打个括号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就是有人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们就是摩洛哥，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们能听到我因为非洲人要出那个要非洲要出国的时候要去那个欧洲人那里都被他们看不起啊。我们就是在那里的时候就别人看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我说在惩罚他的时候因为他因为我们都能对他们说话的，那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他们不知道呢，他们的宾馆就是要宾馆那个要给他们的时候有点晚的，他们不说英语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帮助他们。因为就是那些负责人都是在马达，到时候你们不能坐这个飞机啊。然后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就是有点忧伤，因为你是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来帮助他。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们这2位就是不会说英语但是那个负责人都是在说英语然后我们就是来管理这个问题那原来就是那个宾馆都没有把那个档就发过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情况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然后我们就是要跟他们跟那个负责人要说，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要处理一下这个宾馆。在那个坐飞机的人还有很多，应该是有接近的有200个人，都说没有一个都能帮助他们2位这2位就是摩洛哥。就我们来帮助他们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跟那个马达加斯加有联系你们是怎么处理因为他们是不说英语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有答复所以那些负责人就马达说你们不可以要做这个飞机然后他们有点计划，因为你在别人的国家你要被留下来在那个飞机这个都让我们惊讶的，因为他们都是说要上交的，但是没有一个人都能管，就我们能站起来，他们是去马达加斯加，我们过去要帮助他，然后我们就是在联系在那个土耳其那里，原来他们的这个都是表示爱，因为不会把一个人留下来在痛苦里面的。这个我这边就是非常主动的来帮助可怜的人最后终于他们的文件就做好，然后我们就跟着我们能坐这架飞机我们在这边就加快速度来处理这个文件了。我想说的就是你要遇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这个就要去马达加斯加的，你有什么问题的他就不给你坐这个飞机那何况有个犯罪的人要去顶上顶哪里你要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这个宾馆的地址，你就不可以坐这个飞机土耳其做的是对的，因为他们就是好像那个非法的移民的，但是我们都能了解他们不是非法的移民。这个结束了问题解决了之后，他们就非常高兴的来感谢我们的，就算是的不要太夸张了，因为都是没有人来管理他们。
那你是个犯罪，你是咋没有上去听上殿的？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地上要做飞机，都是有这样的复杂。那犯罪的人能进去听上殿的？我给你个回答，不是。人家给你说，你不给进去那里，你都是浪费时间了。要礼拜，做个礼拜，你永远的不给进去那里。我是在告诉你，没有犯罪的人能进去听上殿的。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不要，就是你们不要被那些宗教律序的，不要别人变了，因为犯罪的人会下地狱。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乱动的、更难事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上帝对你来说，你不可以去那里，你是个犯罪，不可以承受神的国，因为你是犯罪。这个话是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肃。所以你要接着那些你的宗教律序的要去哪里啊？他给你都有下地啊，因为犯罪的人都不可以有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话题就是说，耶稣要受敬拜他的人都下地狱啊！2000年了，大家你要犯罪，现在目前你有加你的罪一档，你说不再犯罪，耶稣怎么要变你的？你还没有想开了吗？你还是来恨我，只有把真理来告诉你。那你说你都已经没有罪呀，不犯罪呀，我们没有罪也不犯罪了，也不会有心恶，没有恶劣的。有人相反，就是有人来害我们的，我都打。我们就在伊斯坦布，我们在伊斯坦布，我们都在帮助人的。所以有很多人都以为是要做个礼拜，都是不管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法语，会说英语啊，都不管。就我们马达加斯加被他们看不起啊。我们都是为了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身份，我们非常夸耀的，我们都站起来，我们的国家是最好的，因为要无说的话是从我们出来的，我们不会有我们不会有接受任何人的藐视，我们要藐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他有说，所以我们不接受这样的，也真的他们是看不起要别的国家，我们真的有经历过这样的，有些我给你们已经讲过了，他们就是要看不起人的，这某个小孩的他们不会注意到，他们是一个要说是一个做礼拜就一个犯罪，你们就想一想，一家来到，你们就考虑吧，我要强调，一家来到，你们就考虑吧。聪明的人间或者站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说嗨。最后的一段话就是在结束了之前，就是你们跟着耶稣都要把你们要下地狱啊，在启示录21、27节，启示录21到27节，不好意思。凡不洁净的就不可以进去啊！你们都看到，犯罪就不洁净的。圣经说不可以进去到天上殿的不洁净的，比那些可赠予虚幻的知识总不得进那城了。只有名写在羔羊的上名册上才得进去啊！这个圣经不属于你的。那
属于他的就是那个最圣洁的上帝，他名叫耶和华，他儿子就是耶和华，他亲爱的儿子说不要再犯罪了。那您的就是耶稣那个家的，说是你要犯罪，然后就是悔改。那六话是对你这样说的，他们都是在利用这个真理。上帝的话说，所以你们要完全的像你们天上天的父完全一样的，这个耶稣是做不到。而是耶稣说的，你要必须要犯罪，然后就是悔改，因为上帝是爱，这是某个的道理。我们来读下在马太福音第5章，然后这个读完之后，第一个教训就是结束了，然后我们就要进一步就是来教训第二课。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话是很清楚啊。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在天上天的完全依附啊。因为天父耶和华是完全的，如果你想去他那里，你必须要完全像他一样的。这个就像一个家族，那个家族是完全的，所以他有这个条件，你必须完全的才能到这里来。那假如说一个家族他是不抽烟了，因为如果有抽烟的人想进去他家，他就立刻把他赶走。如果他不把他赶走，他就傻瓜，那就是那个抽烟的人必须被他赶走。那天父也会是如此，他是个完全的人，完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像完全一样的。你不完全的，你就不可以到那里。必须要完全的，要跟随耶和华的人才能完全的，因为以利亚和耶和华是唯一的，这就是完全的人。你们来到耶和华，话就结束了。那我要教你们是什么？我要教人们不要再被耶稣迷惑了，因为他真的要把你要丢到地狱了。我已经把这个解释给你的，因为你永远不要去天上天那里，你被迷惑了，因为你不认识他，你也没有看见他。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6，你们知道主要曾显现的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个上帝的话是很清楚啊。你们这个宗教里许的就是没有看见上帝，也不认识他。他要所传扬给你的就是跟魔鬼合作，就是耶稣啊。你说以利你近一点吧，你近一点，以利的话不会再近一点，越来越严肃的。你要调整你的耳朵，会听到这个真理。2000年了，你们来还听福音吧？那你说你能做什么？我跟你说，你们不需要再看着当地的电视台，因为魔鬼都在搞鬼。我们那个发射器就是要动不动就坏了，所以不要再你们会看到的照片了。那我们的今天的教导就是到这里，我祝你们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啊！因为凡跟着这位耶和华和天父耶和华的人就不再犯罪，这是很清楚啊。凡住在他里面就不再犯罪。
没有罪，在它里面就说没有罪。在约翰一书，他来确认的。约翰一书第5章第18节，我们知道放纵神圣的就必不犯罪，别为这真正的上帝圣的就不犯罪。纵神圣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就害他，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女，魔鬼无法害他。你要跟着那跟随以利亚，你就有福了，因为只有跟着在这个全世界有跟着我的人就不再犯罪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能做到在2000年了，你们都已经早就做到，就是你们在跟着耶稣，跟着那些假上帝，你们已经2000年了，要做这个礼拜，所以你们没有自由了，所以你们是假的。但是以利亚来的时候，跟着他的人都有自由了。那聪明的人就是来到以利亚，愚蠢的人往前就要下地啊。那我再补一句，就是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9，放纵神圣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总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圣的，要跟随这位上帝的人就不再犯罪。像以利亚在这个全世界跟着以利亚的人，他就能要受到权利，在他里面叫他不再犯罪。在这个地球上有2000年的都这样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想进去，那就进去。那你说只有你们能去到顶上殿来，只有我们这个已经被签署了，就跟着以利亚才能去那里，因为你们必须要犯罪，你们没有去顶上殿的机会，所以你们所拜的是假的。他就给你们你说那个教育就是我在给你们，我要劝告你们在听那些宗教要说那些教育的话，他是跟着魔鬼合作，不好意思都是被那个用话言教育来迷惑人的。这是上帝的话，就是在罗马书第16章第18节，就是你们在盯着那些宗教领袖的用这个话言的教育来迷惑你们的，因为你们先听这个罗马书第16章第18节，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说，只是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话言教育诱惑了那些老实人的心，就是那些做那些在耶稣的宗教领袖的，都是用那些话言的教育来迷惑，就是进来的在主里面的，他就是他的道理就是要把你对到下地一俩要教告美国要蒙着美国法国人在巴斯人在波多你们要转向到来到以利亚，你们要听着以利亚的话，你们要听以利亚的话，然后就是你们要进行过来，就是在这个全世界，不管是印度人、是多个人、是非洲人、是塞内加、是南非、是埃及人，我不知道你们是谁，都是你们要听着以利亚的话。是丹麦人，你们都听着以利亚的话。那我祝你们要说到祝福，你们要听着真理到要去到真正的耶稣说钉在十字架上，你真正的钉在那就是他，而不是耶稣，他是个假的。
真正的要把他的血要留在那里，要对你说，不要再犯罪。因为犯罪是未曾认识他，未曾看见他。你说您的宗教里许的，就没有看见他，也没有认识他。连你们的宗教里许的，都把你要丢到地狱啊！他跟耶稣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人丢到地狱啊！聪明的人要见或就站起来，愚蠢的人就往前说嗨。然后要说要把你们，我们在下一课再见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爷爷哇，非常感谢您的，因为这个话语真的是拯救，真的是要搭救，要蒙召。要叫所有的人要转向到您那里，请答应我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耶和华，请听我的要求，请拯救他们，为了他们能搭救，不会被那些魔鬼愚昧的魔鬼被迷惑了，就是那些假上帝。天父耶和华要说，请拯救他们，永远的荣耀归给您的。这个话必须要领他们要出来，所以要听这个教训，不要叫他们在做小去，叫他们在那入睡，一直要寻找，要求告，要寻找一旦您在那里有拯救，他要寻找你，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就是我接着我，因为您差我来的，为了代表你，天父耶和华耶和华。荣耀归给你们父子俩。我希望有许多人都能听着这个教导，他们就会得罪到永生那里。奉耶和华的名字，阿门。我们今天的18课的教导就是到这边结束了。耶和华保佑你们，下一次再见。